Shalom 平安，用眾兄弟姐妹們，感謝主，時間要分際見面這呢一計客家福音節目呀，感謝主，兄弟姐妹們一看呢一計人安將安，哇，係講做對分分嚟嚟聊，時間心中要平安，要快樂時代，一出係安樂去親人嘅呀，上講啊去親人啊，我要上個演嘅愛啊，我講兄弟姐妹聽啊，都係要行呀。打去親之時，即刻講相愛，但係半條路會打到合意嚟講，即刻半塊嘅愛要無限。mà cần thì加上下啲，要到家庭行到嘅10個20-30年，社貨都熱量深雜了，生下嘅家兩公婆嘅愛都未分係，都未貪係，都未無係，別就離家離合呀，演嘅愛都係兩樣嘅回事呀。但係咩講隆重含情樣嘅，演嘅愛要限制嘅講呀，但係上帝嘅愛都冇限，上帝嘅愛都完人。但係呢，因為一個福音講，上帝嘅愛安排對一個世間嘅人類，佢愛來到世間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也死在十字架，為了咩嘅呢？為了擔人類嘅罪，佢復活，甚至係佢復活，但係呢，為了聖潔嘅人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信耶穌嘅上帝嘅人呢，即刻得救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所以社會呢喺度即刻得救嘛，咁樣就即刻信了耶穌，即刻用耶穌嘅愛，即刻家庭就耶穌嘅愛嚟欣賞起，就耶穌愛嚟行，即係家庭有伴，即刻人嘅愛有個強，有個伴呀。耶穌嘅愛唔是結婚一家。佢死了，佢復活，佢到上天家。但係呢，因為佢從天堂嚟，佢到上天堂。嘛，今日通過呢一個聖誕，就係講到上帝嘅愛。聖誕都係體現自家啲上帝嘅愛安排對自家世間裏邊嘅人。而上帝十分威風嘅上帝，十分靚嘅上帝，佢變喺天堂當，去嚟到世間出世變偏向嘅人嚟講，自己分別裏邊啊，分別佢都冇罪嘅人。一間人類啊，所以世間你喺度，每日人都跌落罪惡嘅人，有啲自己需要上帝嚟到世間擔自己嘅罪，你事實上自己係擔自己嘅罪，結下自己罪嘅善言，自己心裏相信，自己得到永久嘅生命，自己嘅罪嗰啲生命係自己得到快樂，呀，自己就一嘅善經書嚟行，就一嘅愛交出嚟行，自己家庭有伴，自己世間你行到一有嘅平安，因為上帝嘅愛同自己同在。認識讓嘅時間嘅禱告，陸總兄弟姊妹，行一副因為人得到上帝嘅恩典，也有困難得到上帝開路，係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